地动了后，花莲有真侪路拢断去，亲像这大高线的清水桥也拢断去啊。按算伫咧初六暗时6点会先抢通，提供细台车大线双向管制通行。因为一直有地动，会造成抢救困难。中华救急动差不多10分钟，就这石仔落一盖落来。抢救团队初步已经完成了解灾情的状况。按算中华公路初7会当单线通车，初10进前呢会当专线通车。 常常长咧赶工清水苏花公路为初6的部分通车做准备。花莲大地震严重伤害东部的交通运输，公路有几项位路段持续咧抢修中。交通部讲，第9线下清水桥预计伫初6暗时6点抢通，先予水车单线双向管制通行。这里是9驱动隧道对外的道路，目前落实频繁。 石头大了，水流一直落落来，实在真危险。不过地动尾不断，造成抢修真困难。中华公路救急动头前平均每10分钟落一摆石头。大8线最新的抢修进度到初5中昼12点，东平已经抢修到173.7 K 救急动泵坑口东平，拄着邦立5000立方公尺。西平是抢修通过142.2 K 北洋路段，过来是向东抢修151 K 陆桥。 那目前台8线我们已经抢通到174 K 哈，因为路况不是很理想，我们预计到今天下午会抢通到下午3点抢通到九曲洞的部分呢，那个里程是在173 K 左右哈。到目前，公路抢灾团队已经抢通15位受灾点，大8线也有7位受灾点，有个中华公路初7的抢通单线。 随着进行完成全线通车，不过路况无好，地动尾不断，抢通困难，几乎要通行嘛真危险。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推估哦，在明天下午3点可以抢通到天祥隧道的西口。今天的点到明天的点，大概我们还有7公里的工作。不过，搁刷落来，东半部地区、中部山区真有可能会来落雨。经历大地动了，边坡较脆弱，路径出现土石流的灾情。 若是初6通车了，再搁落雨，通路可能会搁再断站。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，若无必要，唔通搁进入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